那就带大家到安多的集市上看看安多穿搭吧。先来看看这个腰带吧，嚯！原来是个保存了50-60年的老物件儿，你看里头都是缝着牦牛皮呢。再看看这花纹，都是手工打造呢。就是这位阿佳同款女腰带呢。还有更硬核的子弹头男腰带呢。PS 当然不是真的子弹啦，都是仿制的。再来看看这个，大叔要给我们解释一下呢。那这就是安多女性的配饰了。这个还可以用来装东西呢。男士的羊皮袍或天线帽是主打啊，图案多样，任君挑选。女士彩袍、羊皮天线帽，还有这里能够遮阳避雨的帽子都很吸睛。哎呀，我们安多的穿搭单品真是太多了，讲不完的，欢迎大家亲自来看看吧。